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2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创世纪32章第3节到21节，启示录14章12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收割。前礼拜咱提到着耶稣基督的教导，看到遐个人的行为就知因遮人是假先知。这个教导所咧讲的，就是讲爱有门徒会晓去闪避遐个假先知的教导，闪避因的影响甲引诱。上时嘛咧提醒门徒以及基督徒，应当爱有好的行为性命，因为什么款的树就修成什么款的果实。耶稣基督也甲咱讲，过一段时阵，主另外竞选72个人，伊差遣因出去，每一组2个人。先到因要去访问的每一个城市去，伊对因讲：农作物真济，但是工人真少，所以恁着爱恳求农场的主人，加派一寡工去收割伊的农作物。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。修成收割是非常重要，因为基督徒的使命就是爱去互人得到利益，爱去带人来归主。牧师爱用一个美国加州一间基督徒所开的卖假的 hamburger 的这个连锁店。伊除了这个商品的外包装写这个经节以外，伊伫主日呢无开店。根据一寡报道甲统计，因为安尼的生理的做法，伫即种礼拜日生理上好的一天来休困，互公司的营收减少约1/5。但是伊却真成功来表达，并且见证一个基督徒企业家的信仰勇气。另外嘛，一间基督徒的连锁店，hamburger 的连锁店，伊的名叫做 In and Out。一间真出名的hamburger 的店，除了真好食伊有伊的坚持啦吼，伊的牛肉毋捌冷冻过。相款伊的外包装也拢有印顶这个经节伫顶悬，用企业形象来讲，这是非常难得啦吼。愿意来表达家己的信仰，做商品的包装。而且呢，这间店的名其实真符合着基督徒的信仰受呼召的精神。因为呢，基督徒的受呼召，受到迄个上帝的恩典，是要进入伫迄个救恩内底，然后就领受着呼召，出去传福音，来得到人，带人进入伫救恩。所以咱的信仰就是一直安尼反反复复咧做进出的工作。基督徒如果无有受呼召的心志，就无有法度成做门徒，无法度成做使徒的时阵，安尼就无法度成做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去传福音，带人归主。如果耶稣基督甲门徒所讲的，伊讲这个农作物已经熟欠缺工人去收成，
昨咱用创世纪28章的经文，讲到着雅各走去到伫伊的阿舅的厝的路中，伫旷野咧困的时阵，伊梦见上帝甲伊讲话。圣经安尼讲：我是耶和华，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所倒地的所在，来赏赐予你甲你的后代。你的后代要亲像地上的山遐尼啊济，因要往东西南北来扩展。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代来得到福气。我也要甲你同在。你无论对倒位去，我要保守你，带你归回这个所在。我总是无弃杀你，直到我成全你所应允的。虽然咱看见伊伫伊阿舅的厝里21冬，这个时间拢受伊的阿舅的欺骗欺负，看起来好像像上帝应允要甲伊同在保护伊，拢无做到。但是事实上，上帝确实来保守雅各甲伊同在。咱对今日的经文《创世纪》32章第3节到21节，看到雅各伊伫咧转去故乡的这路程的顶悬，所摆咧伫伊阿兄面头前，就是伊21年来的修行啦吼。无论是某囝真大群，这个家业，或者是有济的萝卜，甚至有实际产业，亲像有济的精生真肥嫩，这个拢见证着上帝稳定伫伊的生命中间。圣经安尼记载，雅各派伊的使者在大省以东的地区，甲伊的阿兄以扫吩咐因来甲以扫讲：阮的主人就是你的仆人雅各，吩咐阮我的主以扫讲：我甲列班带一段时间延前到这现在才转来。我有牛、驴、绵羊仔、山羊、仆人。现在我先派人来甲报告我的主，望得到我的主的欢喜。使者转来，雅各报告，阮拄到你的阿兄以扫，伊已经出发带400人要来甲你相见。后来，咱来看见雅各真实际将伊的修行做礼物来摆列送予伊的阿兄以扫。圣经记载讲，雅各伫迄个所在过1暝，伊也对伊的精生中间来竞选一部分做礼物送予伊的阿兄以扫。羊母200只，羊公20只。绵羊仔母200只，绵羊仔公20只。猎饲领的母的骆驼30只，细只骆驼也伫咧过地去行。牛母40只，牛公10只，驴仔母的20只，公的10只。伊用安尼来表达伊的心意。虽然伊对阿兄依然有敬戒的心，嘛有用心机啦吼。约翰伫启示录的经文中间也安尼讲，因此遐个服侍上帝的忠心伫耶稣基督上帝子民需要有耐心。我阁听见对天顶有声音讲，你爱将这话写落来。对答了后，为主来死的人有福气啊！圣神回答讲：是啦，因要将这个结束劳苦来得到安息，因为工作的成果对伫因。这个成果就是咧讲到生命见证的修行。
是一个生命展现的结果，是上帝用来寸度判断咱的一个标准。约翰伫启示录针对7间教会因来评论，也是用安尼的成果来评论因。约翰继续安尼讲，我去看见一片白云，云顶坐着一位亲像人子的，头戴着金帽仔，手提着真内的镰刀。另外有一个天使对圣殿出来，坐伫云顶的迄位大声话：时候已经到啊！地上的农作物成熟啊，用你的镰刀来收割吧。所以坐伫云顶的迄位就地面来摇动伊的镰刀，地上的农作物就被收割。我去看见另外一个天使对天顶的圣殿出来，伊也将一个真内的镰刀接线，佮有一个管理火的天使对祭坛遐出来，摕着镰刀的天使大声喊休讲：用你的镰刀来割除地上的葡萄，因为葡萄已经熟啊。所以安尼，迄个天使从地面来舞动伊的镰刀，割了地上的葡萄，将伊献伫上帝大受气的压酒池内底。葡萄伫城外的压酒池受着吞踏，就有火对这个压酒池来冲出来，淹满300公里。深约2公尺。这记载是用3个无同时期的收割，14节到16节是第2个时期，叫做大灾难时期，地上的这个农作物。17节到20节咧讲到大灾难时期熟透的葡萄。伫遮所讲的收割，指的是邪恶者的罪恶已经成熟啊，罪恶已经满。收割是上帝的基督人子这个压酒池呢，是咧讲到上帝的刑罚。这也是咱所咧讲对生活的见证顶悬，是上帝判断咱的标准。若是咱的生活无好的成果，无好的修成，就会成做上帝寸度咱的一个标准啊。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你做我的腹内，我伫我的老母的腹肚内。你甲我塑造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为，你的作为奇妙，我的一切你完全知。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形成的过程，你拢清楚；我还未形成的身躯，你已经看到。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的册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真是真好得了解，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；我若算会了，嘛袂话透你的奥妙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不但成做主你的门徒，互阮更较愿意来成做受差遣的使徒，成做为了福音来受割，为了救恩来受成。求主使用阮，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